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29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消息12月28号，碧桂园发布关于公司重大事项公告。公告显示截至2025年11月30日，碧桂园合并範圍內涉及新增標的的金額5000萬元以上未決訴訟仲裁案件109宗，標的金額合計211億元。什麼意思呢？就是說與2025年6月30號相比碧桂園就在這個不到半年時間裡面它的這個又新增加了109宗仲裁和這個案件訴訟，整個金額是211億。這個僅統計5000萬以上的大的案子，對吧？5000萬以下的都沒算，半年裡面5000萬以上的這個訴訟就多了211億。大家覺得碧桂園這個債務重組是什麼個性質呢？對吧？也就是延緩境外債、境內債債權人，這個公開債的債權人給他摁住了，但是你這些什麼應付賬款，對吧？供應商欠的錢，什麼理財的錢等等這些人家告你經梳理統計，截至2025年11月30日，碧桂園合併範圍內較前次統計時點，也就是2025年6月30號就是半年前違約債務新增人民幣45.75億。這個是什麼呢？這個是已經判決的，法院判你必須要賠錢的，這個將近46個億，還有211億還在判決之中。所以說隨着這個時間的推進，碧桂園的官司是越來越多，預示着他即便那個境外債、境內公開債重組成功，也不代表就出了這個 ICU 病房。說碧桂園實際上是說這個融創還有萬科等等還有萬達，但情況都差不多，暴雷房企遇到問題都差不多。這個年末了媒體現在開始樂觀起來了。為什麼樂觀咱也不知道，總之這個報道都是偏向這種樂觀情緒深圳樓市迎年中翹尾行情。你看近日北上廣深高端樓盤十分火爆。每日經濟新聞報道深圳一豪宅樓盤最貴一套總價2.5億，深圳一豪宅樓盤2小時賣了超100億。這個北京新政後商品房成交量日均增加45%，實際上就是樓市呈現兩極分化要麼足夠便宜，要麼足夠的貴。根據統計數據顯示北上廣深、杭州等大城市最近二手房成交中200萬以下的極致剛需，房源成交量持續放大。200萬以下你總價便宜，對吧？這個真的是剛需人等不及就得買房。你想在北上廣深200萬買什麼房子？除深圳外，其他城市200萬以下二手房成交占比均在交易總量的50%左右，其中廣州為60%，北京為57%，上海為49%。每座城市這些低總價房源占比平均提升了10%左右，這是一個新的特徵為什麼低總價產品銷售占比越來越高呢？有這麼幾個原因第一個是房價下行，擴大了200萬以下房源的總體規模，對吧？本來的房子以前是400萬的，現在它跌到了200萬，對吧？這也是一個情況過去4年，北上廣深、杭州房價平均跌幅在40%左右，郊區及老舊二手物業跌幅則更大，已經接近50%。所以樓市高峰期400萬左右的二手房，如今可能已經跌到了200萬附近。更多的房源在這個價格範圍內，成交占比自然會提高。第二個消費降價大趨勢在房地產領域也得到了體現。最近幾年經濟和就業情況不容樂觀，住房消費降級也成了部分中產的無奈選擇。通過以大換小，不是以小換大是以大換小，這個已經超出了我們過去的想象。這個各個地方政府救市措施，他們的邏輯是什麼？邏輯你看你現在是住了70平的房子，好，你把你這70平房子賣掉，你買130的，對吧？準備生2胎、3胎，改善，是這個邏輯的吧？但是在房地產領域現在實際上是降級，有很多人把他大房子賣掉，換成小房子，減輕他的負擔所以說以大換小，以新換舊，緩解財務壓力的情況，家庭是越來越多。對於全新置業群體而言，也更多傾向保守的選項，不敢買太貴的房子，不敢貸款太多，也就是不想上槓桿，以防萬一，對吧？也擔心這個房價還會下跌，自己
己买貴了，自己買貴了。如果你買的是個100萬的房子，它就是再跌20%，好像你還能扛得住，是吧？30%，那也就少30萬。但是你要買個300萬的房子，跌30%，那就將近100萬沒了，這個壓力太大，這都是現實考慮啊。所以這個導致呢，便宜的房子更好賣的原因。我想啊，如果你在北京花200萬買房的，恐怕他已經想好了，這就是消費了，對吧？你就是跌到180、150，賠50萬他也不在乎，現在就要上車，對吧？就要有房子。你200萬跌到150万，你相当于還要跌25%啊，就這個邏輯啊，他能扛得住了。同時，這一個兩極分化，除了200萬以下的房子好賣，1000萬以上的高價房源也好賣，成交佔比也在不斷提高。所以你看，就是兩極分化，這是過去幾年的大趨勢。這個1000萬以上的房子好賣呢，實際上有很多數據啊支撐的，這個也不是誰造謠。你比如說啊，每日經濟新聞報道，深圳一豪宅樓盤2小時銷售超100億，單套價格5000萬元起。據財聯社12月28日報道，深圳中信城開信瑞灣項目首開2小時便實現銷售業績超100億元，問鼎2025年全年速銷100億紀錄。也就是銷售超過100億最快的速度，在深圳啊年底實現了。你看看，你上海說這個豪宅日光那都慢了，人深圳現在又放了一個衛星啊，2個小時賣100億。這個項目備案均價22.4萬元每平米，打破深圳新房的天花板。開盤當天即完成302平單位的整棟售罄，並成功刷新深圳過億套數銷售記錄，也就是創了各種這個打破各項指標的記錄。這個可是2025年啊，這個咱們說樓市寒冬啊，深圳樓市最火的是2021年，但是你看2025年這個豪宅居然比2021年還要火，這說明什麼呢？這個信月灣啊，一共只有156套房源，單價最高的為2套頂層複式產品，519平，戶型單價36萬元每平米，總價約1.87億元；658平米，戶型單價38萬元每平米，總價高達2.5億元。一邊是海水啊，一邊是火焰。同時啊，深圳這個樂有家 APP 啊，它已經關閉了深圳二手房成交價查詢。那既然樓市這麼火，幹嘛不讓人看二手房成交價呢？所以說啊，你看这就說明了幹的幹死，鬧的鬧死。這是深圳啊，這個從全年數據看啊，說深圳二手房市場自春節後已連續10個月成交超5000套，12月預計突破6000套，形成翹尾行情。業主出售意願增強，與溢價空間提升，推動市場購銷兩旺。區域表現呈現核心區量穩，潛力區回暖，邊緣區逐步消化的健康格局。但是啊，你就是看不了成交價。然後再看上海啊，這個中國房地產報報道說，年末上海樓市火力全開，4大央企爭奪年度銷冠。機構數據顯示啊，截至今年前11月，華潤置地以418億元全口徑銷售額佔據上海房企銷售榜首，保利發展以396億元緊隨其後，招商蛇口以388億元位列第3。你看，全是央企啊，華潤、保利、招商。而去年在上海單城實現700多億元的銷冠中海地產，今年前11月在上海銷售額183億元，排名第9。這個3家房企啊，加到一起，再加這個中海是吧？一共1500億啊！前11個月在上海啊，就在上海這4家央企就賣了1500億，這什麼概念啊？所以這個就是貧富分化加劇啊，這不還能說明什麼問題呢？這些有錢人買豪宅啊，並不是什麼保值啊，因為豪宅實際上不保值。當然了，不能說所有豪宅都不保值啊，因為你看上海好多豪宅別墅根本就賣不出去，对吧？降價都賣不掉，很多法拍房拍那豪宅都是7折，除非個別的豪宅是吧？那是特別這種稀缺，恐怕是它是升值，大部分豪宅它不升值，二手房一掛就價格就跌了。那為什麼這富人還買呢？对吧？你買房子就跟買菜一樣，2個億、1個億，對吧？就閉着眼睛買。我看有媒體報道啊，有錢人去現場買房，都是不是像那個牛馬韭菜的吧？一到周末就去看房，看了10幾處，然後再左比較右比較，不知道怎麼抉擇，沒法下手。
有錢人去看啊，很簡單，去了1個小時啊，人家就成交了，哎，決定要買，就這麼叫隨意，跟那個菜市場買菜一樣。為什麼呢？說來說去啊，就是富人他有錢。這2年大家形勢不好的時候，有錢人還是在賺錢的，對吧？這個整個社會財富啊分配它發生扭曲，有錢人賺錢，他買那個2個億的房子，他是叫消費，人家那是叫正常消費，他就沒覺得那房子哎漲了當然好，對吧？以後哎漲到3個億，他很高興，那就是跌到1個億，他也無所謂啊，有錢人嘛。所以你看豪宅賣得火，那沒辦法。所以這個北上廣深高端的樓盤十分火爆啊，動不動開盤吸金100億，但是啊這個勢頭啊差不多，我覺得在2026年就差不多了，對吧？這個極端有錢的富人他也是有数的，畢竟是少数。我們再看这个北京啊，这不是實行了新政嗎？北京新政後，商品房成交日均增45%。24日樓市新政發布後，北京樓市活躍度提升。根據中指研究院數據，新政後就是12月25號到12月28號這3天啊，北京新建商品住宅、二手住宅日均完簽量分別為133、511套，其中新建商品住宅較新政前日均增長44.6%，二手房成交量基本持平。考慮到網簽存在一定的滯後性，隨着時間推進以及年末優惠力度加大，市場活躍度或有所提升。用了一個或啊，有所提升。從政策效果來看，新政後部分樓盤到訪量、二手房帶看量較新政前有所增加，但市場分化現象仍在。中指研究院指數研究部總經理曹晶晶表示整體來看，本次政策依然延續漸進式推進節奏，降低了非京籍家庭的購房、社保、個稅年限要求，並增加多孩家庭購房套數，有望促進非京籍以及多孩家庭住房需求釋放。同時，本次北京政策優化信號意義明顯。實際上，根據媒體報道啊，那這個北京新政之後，樓市好像沒什麼太大變化，波瀾不驚呢。這二手房沒變嘛？以前新政對吧，好歹能管3個月，後來能管1個月，現在管幾天？這個叫耐藥性是吧？或者叫抗藥性越來越強，藥效越來越差。我們再看看這個土拍市場啊，2025年土拍市場央國企表現突出，杭州、北京和上海出讓金均超過1400億元。今年以來，國內各城市對於土地供應態度發生了微妙改變，很難再用熱火朝天來形容當下的土拍市場。這樣的局面受到了多方面因素影響，其中在政策引領方面，國家積極推進房地產供給側改革，對不同城市採取差異化供地策略。實際上就是北京、上海、杭州啊，拔得賣地的頭籌啊，都超過了1400億。而廣州呢，2025年廣州土地出讓金創20年來的新低。2025年住宅用地啊，成交總額506億元。這個廣州賣地收入最高的是2021年，是1911億元，現在只有500億，這不跌掉了75%嗎？除了北京、上海啊、杭州，其他城市賣地都是較以前最高點啊下跌70%、80%，都是這麼個表現。地賣不掉，那就意味着這個房地產的開工不足，對吧？沒人造房子了，沒人蓋房子。今年前11個月，住宅新開工只有3.9億平米，那把12月份算上，估計也就4億平米。大家也知道啊，這個新房開工，別的不說啊，你這就直接影響這個農民工，因為工地都沒了嘛，沒有人蓋房子，沒有以前那麼火熱了，他不需要農民工，那農民工怎麼辦呢？又不能回家種地，對吧？直接影響啊，咱們其他的影響還有很多啊，就直接影響就是農民工，那農民工只能流向這個叫零工市場，就是零工市場農民工太多了。大家看視頻啊。兄弟，给我找点活干的。啊，农民都来了嘛，都老家过来了嘛。改钱吃5、6天啊。老人下有小孩，你这个责任要负担。老百姓都有活干，有钱挣。7、8点钟吃过饭都睡了，这5、6个小时差不多了。像我们這50多歲睡不着了。你有活沒？我們安徽的，河南商丘，啥活都有，天冷，建築工地沒開支，人多活少，有活就幹，沒活就回去吧。一天200多，就是8個小時200多吧，有10幾天，有20幾天，有1、2個月，就是幹完活給結工資。
啊，我就这乖乖的回家。我那850呢，就睡俩人，仨人睡不开，不老像。最早就前面一条路叫站前路，就在这邊等。我從12年幹的，我幹到現在多少年了？13年的時間了。我的天哪！沒有這個中介給你找中介得吃你，這個地方沒人吃，260、260、290、280，是。3月份去的还挺冷，然后也有这樣的一個規模，其實真的還挺不容易的。在等候區，我們會看到求職者和用工單位它是有規律的，他找的這個零工啊群體，它其實是相對來講是固定的，它就是以老鄉帶老鄉的這個形式，所以呢，在外面呢，外南的這些零工，他可能找工作就相對來講可能就會散一些。還有我也跟那些司機就來接人的人聊了，然後他們說現在可能需求會少一點，這個其實跟行業的整個用工是相關的，綠化、建築，對吧？你得到6、7月份才能有這樣大規模的用工，這個零工的用工形式就是季節性的、臨時性的、周期性的。他們就跟我說，到時候區大於公，然後可能300、400的都有，都會往上漲。所以這也是為什麼現在這個松江的這個零工早市啊，它還這麼興旺的一個原因。茄子、辣椒。零工驛站它更加聚焦的就是家門口的就業服務。這個零工驛站其實就是為了治理這樣的一個馬路的這個勞務市場的。它存在安全性的問題，它存在集聚性的問題，它還有一些黑中介的問題。零工驛站的這個平台，那麼就是為了對接這個供需雙方，然後讓特別是勞動者啊，他有個地方可以等候，對吧？可以為他們服務。那大龍啊，這弄個大棚子，吊個幾個燈泡，行不？就是很自由的一個市場，有活的有節奏了，沒活就在這等。老人下有小孩，你這個責任要負擔起來，你知道嗎？你不出來找錢，怎麼吃什麼？你怎麼呢？像我們這都4點鐘就到這來了，你看幾個小時了。我出來打工不爭氣。該下班了，走吧。走。回家睡覺，穿上这麼亮。後來白天的時候，我們又去零工市場內部看了大廳裡面，你可以登記相關的一些求職的信息，就是你還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設施，有衛生間啊，有暖開水，還有這種調節。零工市場它這個功能啊，它其實在人社部的發文通知裡面就規定了，它是公益性的、普惠性的、兜底性的。基地在這個地方在，然後這個市場在，那我們也是希望能夠更好的立足於這個鎮裡的一個特色，然後去拓展它的服務的一個布局，或者是實現轉型。我們可以去做一些就業培訓啊，行業的這個招聘會啊，比如說崗位信息啊，3所聯動的解決這個勞動糾紛啊等等，都可以引入進來，它還可以更完善、更完備，它肯定是會往下走。把咱造假了，太丑了！你看戴個帽子呢，上头梁他好找活幹，再配上。哎，這有什麼？再往那個點下來。這個冬天呢，當我們還在沉沉的酣睡時，各地務工者凌晨3、4點就已經起床收拾停當，從他們那個出租房裡面站到寒風裡等待別人把他們領走。大的有70歲的，小的有20多歲，他們數以萬計即便這樣這些零工務工者並不是每天都能得到雇主的垂青，往往是多人爭搶雇主的一次派活。他們平均1個星期7天能夠有4天接到活，這就已經非常幸運。有的時候在那等了一天等到上午11點都找不到活，那他就回去了，這一天顆粒無收。實際上這個也就是咱們房地產低迷的一個對吧作用之一也是一個見證房地產下行實際上大家日子都不好過，但是這個又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剛才說了豪宅不代表就能升值。這個現代快報報道說南京一別墅7489萬元法拍成交。最近南京
紫金山腳下一套中山高爾夫法拍房備受網友關注，它的评估價为1.07亿元，就不到1.1亿啊，起拍價7489万元，仅物业费就欠缴30余万。12月28日，经过24小时拍卖，這棟住宅最終以底價成交。此前，南京最貴法拍房成交記錄保持者也是中山高爾夫別墅，為2023年12月成交，成交價5875萬元。你看看打7折，對吧？在這個評估價上面打7折拍賣，也就是豪宅啊，你一旦變成二手房想賣，那就是要打折。我們再看看各地啊救樓市的措施啊。首先是一個中國新聞週刊報道啊，說國務院擬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落戶限制。什麼意思呢？就是深入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城市落戶限制基本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落戶條件進一步放寬，超大特大城市積分落戶政策不斷優化，城鎮基本公共服務覆蓋範圍持續擴大，非戶籍常住人口如戶籍人口平等享有城鎮基本公共服務項目逐步增加。義務教育階段，隨遷子女在公辦學校就讀或享受政府購買民辦學校學位比例提高至97%。什麼意思呢？對吧？也就是說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就沒有限制，也就是地級市它只是城區人口300萬以下，那就是所有的地級市應該是落戶沒有限制，除了個別的比如說這個蘇州也是地級市，它落戶恐怕還有一些條件然後這個省會城市實際上就是落戶條件進一步放寬，也就是你在那租房買房你就可以落戶，租房也能落戶，買房也能落戶，這叫條件放寬。超大特大城市呢，我覺得主要是北京上海吧，積分落戶優化，就是北京上海深圳就是一線城市實際上我覺得這個步驟還是有點慢，除了北京上海應該全部放開，就不要搞什麼限制了，你願意去哪兒就去哪兒。北京上海呢給一個時間段，對吧？比如10年過渡，10年以後全部放開，這叫市場化配置，人才自由流動，人家願意去哪個城市，哪個城市環境好，這個營商環境好，對吧？哪個城市更適合人發展，人家就去哪兒，那兒發展的就更好，那兒發展的好的房價就穩住了，因為人都往那兒跑嘛，對吧？這種東西還應該加快。那些省會城市你還搞什麼限制，沒有必要這樣年輕人就可以想去鄭州就去鄭州，想去合肥就去合肥，在那兒安家落戶，只要他能找到工作，對吧？只要他能有一技之長養活自己，他就可以在城市裡面待着，對吧？享受城市帶來的便利，對吧？醫療、交通、教育各種信息。這個我看這個又是瀟湘晨報報道說還是湖北湖北生育2孩購房獎補25平方米，生3孩獎補50平方米，如果生了3胎那就是獎75平方米，這還不算我看有網友說說這個湖北省竹山縣規定在期限內生育3胎可補貼75平的房子。不光是湖北竹山縣實際上湖北省很多其他縣都有這個規定，比如金門是吧？我記得2胎是補貼6萬，有的地方是補貼8萬，你就生個孩子給你補貼8萬，去年的新聞嘛。這塊湖北走在前面最後我們再看一下這個有個叫海報新聞他說95後美女置業顧問年銷3億元，賣出56套房。95後置業顧問年薪近100萬。12月25日，山東青島置業顧問劉鑫表示，自己一年賣出了56套房子，總銷售額已超過3個億，年薪能達到近100萬元。劉鑫認為，或許自己天生就適合做銷售，懂客戶想要的生活，才能賣好一套房。自我評價目標感強烈，不啃老不矯情，憑努力改寫人生劇本。劉鑫還表示，工作就是我的生活，沒時間談戀愛，戀愛是不是必需品？這個叫海報新聞報道這為什麼要說這個呢？現在這個房產中介日子是最難過的，對吧？有的人一年賣不到1套房，結果這個你看這個美女顧問一年賣出56套房，年薪100萬，對吧？這叫反差呀！就當大多數那個外賣骑手說一個月就5、6千的時候，突然有個騎手說我這3年賺了100萬，這不是就拉仇恨嗎？這個海報新聞報這個置業顧問劉鑫不知道真假，但是我想起了這個青島老出這樣的銷售冠軍銷冠，這是刻意為之還是什麼意思？我記得那個
叫什么？青島不有個保時捷銷冠嗎？為什麼銷冠都在青島呢？賣房子賣出一個銷冠，這個是不是一個套路啊？這難道是一個產業嗎？為什麼你這個銷冠都在青島呢？賣車的銷冠也在青島，賣房的銷冠也在青島，青島出銷冠，就這麼巧合嗎？不能否認啊，有些人善於銷售，對吧？在這個寒冬裡面賣的比同事比別人要好一點，但是差距這麼大，這個叫皮褲套棉褲啊，必有緣故，對吧？你說你是普通人的2倍，這有可能啊。但是你說你一年賣56套房，一個月5套房，這個恐怕也是拉仇恨啊。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